歡迎收睇家時經濟學，我係伍俊瑜大魚。當美國優先遇上全球化現實，特朗普喺2024年大選之後重啟對等關稅，呢一個絕對唔係簡單嘅貿易保護主義回潮，而係一場針對全球經濟規則嘅權力重構。佢嘅核心邏輯咧就係通過關稅製造痛感，倒逼其他國家讓步，重塑對美國有利嘅貿易體系。但呢一種嘅策略喺全球化深度綁定嘅今日，好可能會引發起遠超預期嘅連鎖反應。94歲嘅巴菲特咧近日採訪嘅時候咧，就打破咗佢嘅沉默，直言啊話特朗普政府推行嘅關稅政策本質上係戰爭行為。呢一位經歷咗7次經濟週期嘅投資巨鯨指出，加徵關稅正係以溫水煮蛙嘅方式推高美國通脹水平。巴菲特一直都係用腳投票㗎，代表性嘅帕克希爾佢嘅現金嘅儲備已經達到3342億美元嘅歷史高位，較2023年年尾近乎係翻咗一倍啊！就意味住佢喺過去1年已經拋售咗超過1000億美元嘅股票。美國商務部最新公佈顯示自3月4號起，針對住墨西哥、加拿大嘅鋼鋁關稅正式重啟，對歐盟汽車25% 嘅報復性關稅亦都如箭在弦啊！據 IMF 預測，若果全球嘅關稅壁壘持續升級嘅話，可能會造成7% 嘅全球 GDP 會蒸發。對於中國嚟講今次面對嘅係10+10嘅複合關稅嘅衝擊係遠超於2018年嘅貿易戰嗰段時間嘅。當原有10% 嘅稅率，再加埋新增嘅10% 懲罰性關稅，研究機構預測將會直接拖累名義 GDP 嘅增速減咗大約係0.7去到0.8個百分點。疊加埋呢個產業鏈嘅轉移路徑封堵嘅效應會令到實際經濟嘅增速就會係去到4.2呢個區間。呢一場新嘅貿易交鋒同以往嘅小打小鬧唔一樣，佢將會深刻咁影響住中美兩國乃至到全球嘅經濟格局。背後隱藏嘅複雜因素，或者可能會產生一啲深遠嘅影響，係需要大家一齊去剖析㗎。美國作為全球最大嘅經濟體，佢嘅市場對於各國嘅出口企業係至關重要㗎。美國加徵關稅，咁好多國家嘅出口企業就面臨住訂單會減少啦，產能會過剩嘅困境。好似加拿大、墨西哥等等美國貿易嘅往來密切嘅國家佢哋相關嘅產業受到嘅衝擊就最為直接啦。咁樣唔單止影響咗呢啲國家嘅經濟增長，亦都會對全球嘅產業鏈造成嚴重嘅衝擊。好多原本係緊密相連嘅產業鏈，而家呢啲環節亦都會被中斷或者重組。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當中，各國經濟互相依存嘅。美國呢一種嘅行為就打破咗原來嘅貿易平衡，令到全球嘅經濟格局變得更加不穩定。世界經濟增長嘅步伐亦都會因此而放緩。美國喺貿易戰2.0當中嘅手段同埋策略係相較以往係有明顯嘅升級㗎。除咗傳統嘅關稅手段之外技術封鎖、投資限制等等非關稅嘅壁壘亦都會成為美國制衡對手嘅重要武器。喺技術領域入邊，美國對中國嘅高科技企業實施咗嚴格嘅出口限制，將華為等等嘅企業列入咗一啲嘅實體清單，限制咗佢哋獲取美國嘅技術同埋零部件，試圖壓制中國喺5G、半導體、人工智能等等關鍵技術領域嘅發展。而喺投資方面，美國加強咗對中國企業赴美投資嘅審查，限制咗中國資本進入美國嘅關鍵產業，例如係高科技、基礎設施等等嘅領域，仲對投資中國嘅美國資本進行咗更加多嘅限制，試圖從資金層面上面切斷中國企業同埋美國嘅聯繫，阻礙中國產業嘅升級同埋發展。面對住美國手段多樣嘅貿易霸凌，中國嘅反制措施亦都呈現出多樣性同埋針對性。喺關稅反制方面，精準咁打擊咗美國嘅關鍵產業，對美國嘅能源產品、農產品等等加徵關稅，直擊美國經濟要害。喺10號，中國對原產於美國嘅部分進口農產品加徵關稅正式生效。根據國務院嘅關稅稅則委員會4號發布嘅公告，對雞肉、小麥、粟米、棉花等等加徵15% 嘅關稅，對高粱、
大豆、豬肉、牛肉、水產品、水果、蔬果同埋啲乳製品咧就加徵10% 嘅關稅。自今年3月20號起，對原產於加拿大嘅部分進口商品加徵關稅，其中對菜籽油、油渣餅、豌豆加徵100% 關稅，對水產品、豬肉加徵25% 關稅。中國咧仲實施咗稀土等等嘅稀有資源嘅出口管制。中國喺稀土等等關鍵領域材料嘅供應咧，上面係佔咗一啲重要嘅地位㗎。咁通過合理調控出口，對美國相關產業形成咗壓力。喺金融領域方面，中國減少美債持有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降低對美元嘅依賴，增強自身喺國際金融體系當中嘅話語權。而喺科技領域方面，中國同樣係毫不手軟㗎。台積電咧喺德州投資540億美元建設嘅芯片廠咧，啱啱開工就被中國咧列入咗打擊名單。呢一招咧看似好簡單，實際咧係蘊含住一啲好多嘅心意㗎。美國咧一直都妄圖重振佢本國嘅半導體產業，台積電嘅呢一筆巨額投資咧，對佢嘅計劃就尤其重要。然而，中國嘅反制就令到美國嘅呢一個美夢咧瀕臨破滅。芯片作為現代科技嘅核心，一旦供應鏈受阻，美國諸多高科技產業咧都會面臨住無米落鑊嘅困境。好似蘋果、高通等等嘅科技巨頭咧，都可能會因為芯片供應問題而影響佢嘅生產計劃，進而咧波及全球電子產品嘅市場。而喺能源方面，中國嘅反制同樣係凌厲㗎。中國買家集體取消美國液化天然氣訂單，轉而尋求其他穩定嘅供應源。好似係挪威貨輪咧就忙於穿梭啦，而家咧將天然氣源源不斷咁運往中國嘅市場。與此同時，中國深圳華大基因咧就突破咗量子測序技術啦，成本咧只係美國同類型產品嘅1/3。呢一個科技嘅成果如同一顆重磅嘅炸彈，瞬間就打破咗美國喺基因測序儀嘅領域嘅壟斷，亦都導致到美國生物公司股票暴跌23%。投資者信心受挫，整個行業陷入咗恐慌。美國原本係期望能夠憑藉住能源同埋科技嘅優勢喺貿易戰當中佔據主動，但係點都估唔到中國嘅反擊會嚟得咁迅速同埋直擊要害。本來咧你賣咪我買咯，呢個本來一個互惠互利嘅關係嘅貿易摩擦就改變咗呢一種嘅格局啦。咁所以中國咧呢一啲嘅反制措施啦，既係回應咗美國嘅貿易挑釁，亦都展現咗中國喺錯綜複雜嘅貿易形勢底下嘅應對以及佢嘅智慧，仲有就係戰略嘅定力，從多個維度咧嚟維護國家嘅經濟利益同埋產業安全。咁當然啦，貿易戰2.0嘅爆發啦，亦都令到中國嘅經濟面臨住好多嘅挑戰㗎。出口受阻就係首當其衝嘅難題。美國作為中國重要嘅貿易夥伴，佢加徵關稅就會令到中國眾多出口企業嘅訂單有所變化。根據相關嘅數據顯示，2025年頭2個月，廣東外貿進出口1.35萬億元啊，比起舊年嘅同期下降咗0.8%，同期全國就下降咗1.2%，佔全國外貿總值嘅20.6%，提升0.1個百分點。其中出口8552.2億元，下降咗4.3%，進口4908.8億元啊，亦都增長咗6.1%。而喺出口產品方面，廣東出口機電產品係獲得增長嘅情況，而勞動型密集嘅產品就獲得下降。頭2個月，廣東出口機電產品5724.2億元，增長咗1.5%，佔廣東出口總值嘅66.9%。其中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同埋佢嘅零部件、電工器材、家用嘅電器等等主要出口商品，分別係增長咗17%、5%、3.2%。而電動汽車、電單車、集裝箱、無人機等等嘅出口係增長得比較快㗎，分別係增長咗119.5%、40%同埋34%，仲有就係30%。同期出口紡織服飾等等6大類嘅勞動密集型嘅產品合計係有1052.6億元啊，下降咗21.4%，佔咗整體係12.3%。而喺貿易夥伴方面，廣東省嘅頭5大貿易夥伴當中，只係美國嘅進出口係獲得下降嘅情況。
頭2個月，廣東頭5大貿易夥伴分別係東盟、中國香港、歐盟、美國同埋中國台灣，其中對美國進出口下降咗 2.7%， 其餘咧係分別獲得增長嘅，分別係 1.5%、6%、1.9%、19.8%。同期咧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合計進出口5334.2億元啊，下降咗 1.5%， 佔廣東進出口總值嘅 39.7%。海關總署廣東分處就表示，今年頭2個月廣東外貿總體嘅開局係平穩㗎，雖然進出口稍為獲得一啲嘅下降嘅情況，但係就佔全國份額依然係穩定㗎。而當前美國對中國嘅政策不確定性加大緊，國際地緣政治複雜多變，外部環境帶嚟嘅不利因素亦都加深緊。但係廣東外貿嘅基礎係屬於穩固啦、優勢多啦、韌性強等等呢啲基本面都係冇改變到㗎。據媒體嘅報道喺3月6號《經濟學人》發布嘅報告就話特朗普佢嘅政策已經令到美國 GDP 縮水 1.2%， 股市蒸發2萬億美元，甚至引發供應鏈斷裂恐慌。更加戲劇性嘅係，美國國會共和黨參議員哈奇就公開呼籲要立法收回總統關稅權，直言特朗普喺度玩火自焚。對此，中國最新嘅回擊就係包括咗對美跨境嘅電商包裹加徵精準嘅關稅，直接打咗特朗普嘅臉，令到佢嘅製造業回流係變成咗幻想。接住落嚟，我哋邀請到資深傳媒人黃善勇先生同我哋一齊分享下佢嘅睇法。我覺得今次特朗普又再一次就對中國嘅貨品就徵收10%嘅關稅，其實加加埋埋就已經去到45%嘅關稅啊！咁最近我就聽到啲消息就好似美國有啲大嘅呢個零售商例如沃爾瑪就打電話俾中國嘅呢個供應商就要求將呢個今次加嘅關稅就等於係咗俾呢個供應商，但係供應商梗係唔理佢啦，因為而家啲貨已經將貨就價。最近仲有一個笑話就話沃爾瑪賣嘅嗰啲所謂魚柳入邊係冇魚嘅，一展開原來鬆泡泡入邊係一嚿即係空心嘅，所以令人覺得特朗普玩呢招呢個加關稅其實就係叫做殺敵1千自傷800，可能唔止800添，可能900添。所以我覺得而家就美國啲經濟學家都話特朗普已經顯露咗呢個帝國衰亡嘅一個先兆，就係高估咗自己，低估咗對手。咁尤其中國而家已經係世界最大嘅貿易國嚟嘅，所以而家據講內地好多嘅呢個生產商由於因應特朗普嘅加徵關稅嘅措施已經將嗰啲生產線移去中國以外嘅地方來進一步規避呢個關稅嘅。其實你有張良計，我有過牆梯，未來其實中美之間嘅博弈都係形成咗一種經濟戰嘅。但係令人覺得比較詫異嘅方面就係覺得美國而家咁樣做法就好似小朋友玩泥沙一樣，佢得唔到嘅嘢，佢又唔想你得到。其實今時今日中國以自己嘅實力或者以自己嘅呢個製造能力或者係整個工業嘅生產能力，尤其係最近我哋都知道 DeepSeek 發布之後其實中國喺科技方面嘅實力亦都係令世人為之驚嘆啦。咁如果咁樣打落去其實對美國嚟講係進一步加快咗佢嘅衰落。但係美國仍然要咁做落去，或者特朗普仍然要咁做落去，所以最後嘅結果可能冇話兩敗俱傷，可能中國都會有傷，但美國嘅傷更加嚴重。好多謝勇哥你嘅分享。值得一提嘅係近期特朗普反覆無常就終於暴露咗美國嘅虛弱啦。最值得大家提及嘅就係特朗普佢本人嘅表態啊。佢3月8號特朗普喺呢個佛羅里達州演講嘅時候突然改口啊，話加稅需要謹慎，我哋唔能夠承受失去中國市場啊。咁一邊喊住話要制裁中國，咁而家又轉咗佢嘅講法，呢一個正正就係美國政策風向轉變嘅一大看點嚟㗎。
其實咧令到特朗普咧倍感無奈嘅，唔單止係佢國內頂唔住啊，就連佢嘅盟友早就已經暗度陳倉啦。就例如歐盟同中國簽署數字貿易協定，日本咧亦都靜雞雞咁樣擴大對華芯片出口，可見美國嘅霸權咧遭遇到釜底抽薪。其實早喺2025年嘅1月時候咧，中國咧就拋售美債嘅規模係創下咗新高㗎。當其時咧，多國央行亦都跟隨住，好多人都諗啊，到底美元嘅地位係咪迎嚟到終結呢？事實上，若果中美貿易戰持續嘅話，美國將會付出比佢之前更加沉重嘅代價。GDP 咧可能會跌3%，失業率會突破7%，盟友體系亦都越發咧會出現呢個分崩離析嘅情況，印太戰略就會淪為笑話。所以咧，就連經濟學人都話，特朗普嘅關稅正喺度為美國呢一個嘅棺材咧釘上最後一粒釘。7年嘅關稅戰，中國咧憑藉住產業鏈嘅韌性、市場規模同埋朋友圈戰術越戰越勇啊！而美國咧就喺特朗普式嘅自負當中咧就耗盡家底。當關稅大棒變成七傷拳，當美國優先淪為笑料，呢一場嘅鬧劇結果咧就早就已經預定咗㗎啦。正如中國嘅網友都諷刺佢咁話特朗普咧本來諗住用關稅打劫㗎。結果咧，發現自己先係被搶嗰個。恐怕咧，對於美國最不友好嘅就係呢一場嘅博弈嘅代價咧，遠唔止係講緊幾萬億美元啊，仲會令到佢哋嘅霸權嘅邏輯咧係分崩離析㗎。而中國今次咧能夠喺貿易戰當中咧迅速咁精準反擊，並唔係偶然㗎，而係多年嚟嘅精心佈局嘅結果。而喺農產品領域方面，中國咧提前同巴西等國建立咗良好嘅合作關係。當對美國農產品實施反制嘅時候咧，就能夠迅速咁樣將啲訂單轉過去俾巴西，確保國內嘅市場供應穩定。從巴西嘅農田收割大豆，通過啲輪船咧就運過嚟中國嘅港口。一幅繁忙嘅貿易景象背後，其實就係中國應對貿易戰嘅鬆容。喺科技研發上面，中國持續加大投入，無數嘅科研人員日以繼夜咁攻關，先至有咗呢一個深圳華大基因嘅量子測序技術突破。呢一啲嘅科研人員喺實驗室入邊專注實驗、反覆測試，為嘅就係要喺關鍵時刻打破國外技術壟斷，掌握科技嘅主動權。能源方面，中國呢一方面就拓展多元化進口渠道，同挪威等國加強合作；另一方面又大力發展新能源技術，減少對傳統能源進口嘅依賴。國內嘅新能源企業發展蓬勃，風力發電場、太陽能電站遍佈各地，為國家能源安全提供咗一個好重要嘅根基。回首返呢一場2025年嘅中美貿易戰，中國用智慧同埋實力應對挑戰，通過3連殺招唔單止就捍衛咗自身嘅利益，更加係重塑咗全球經濟格局。中國嘅反制措施精準而有力，從農產品去到呢個科技，再去到呢個能源領域方面，全方位咁樣發展咗大國嘅謀略。最後大家想講，關稅只係手段，規則先至係目的。特朗普嘅對等關稅本質其實係一場嘅豪賭，賭美國能夠承受短期嘅陣痛，賭其他國家更依賴美國市場。但係全球產業鏈嘅複雜性係遠超於2018年嘅貿易戰時期㗎。如果強行脫歐嘅話，美國將會發現對我哋嘅電動車加稅，可能推高特斯拉喺上海工廠嘅成本。對墨西哥鋼鐵加稅，亦都會拖累德克薩斯州嘅風電項目進度。最終呢一場嘅博弈，或者係冇勝利者嘅，只有被迫適應新規則嘅企業，同埋為佢埋單嘅普通消費者。全球貿易秩序嘅未來唔取決於關稅清單嘅長度，而係在於邊個能夠率先構建出21世紀經濟規則嘅話語權。過度依賴單一嘅市場或者單一嘅供應鏈將會放大風險。無論係個人嘅儲蓄儲備啦，或者係呢一個嘅職業規劃，定係國家嘅經濟戰略都好啦，都應該要遵從住一個嘅原則，就係唔將所有嘅蛋放喺一個籃入邊。未來嘅競爭唔再係關稅稅率嘅數字遊戲，而係要睇下邊一個能夠喺動盪當中更好、更快咁樣調整姿態，將危機變成重構競爭力嘅機會。
今集加持經濟學就講到呢度先，我係伍俊瑜大魚，我哋下一集再見。